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下个月伫要过耶诞节，过去真时惊寄卡片，唔知这老板敢还有人写耶诞卡片交朋友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读做卡可爱卡第4条，其实读卡也就是替代用语，是为卡片英语 card 音译来外来语。亲像这款用英语翻译的词，也有卡车英语是 truck。咱现代差不多每一个成年的人，拢有申办银行的信用卡，无论是坐公车、消费买物件，拢爱路卡、过卡，这嘛是一个现代新的概念思维。照台语字典解释，也有一个音读做卡第8条，意思就是调着开袂开，咱讲卡条咧。另外，有暗时出去外口乌白走，上惊去卡到音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卡片，这是用较厚的纸板做的，顶面有印度甲文字，会当用来祝福人生日或者是过新年过节。另外有贺年卡片、生日卡片。第2个词读做卡瓦，这个意思就是讲门在内物件为双边甲合瓦过来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阿明拄甲卡片落入去批桶，邮务司就随来收。送上邮务车了后，后车道的车门卡瓦来就随离开，卡手真美切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卡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卡，一个是第4条，一个是第8条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